Hello，各位朋友，又我早市啊！咁今個禮拜六有好多場二人轉播賽啦。咁但係最矚目咧，當然係嘉應高升過去澳洲跑呢個珠峰錦標啊。咁其實我都喺當地嘅。咁今日下晝咧，我住酒店附近都係近南域馬場嗰區嘅，就開始颳起大風同埋有少少微微雨。但係相信對呢個場地影響咧，唔算話太大嘅。咁至於講翻嗰隻嘉應高升啦，嚟咗澳洲之後前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話題嘅。咁如果你睇翻試習嗰課表現咧，雖然唔算話好出色，咁但係睇翻佢喺贏特首杯嗰場嘅姿態咧，今場只要唔係特別唔適應遠征嘅環境咧，應該跑出7成半水準咧，我覺得佢有機會爭勝㗎啦。咁至於澳洲嗰邊嘅馬咧，我就首選比較睇好嗰隻4號嘅尖尾新星嘅。咁上一場嘅熱身賽都係同場同程南域嘅1200米賽事咧，雖然後上不及輸咗俾今次同場對手百藝星，但係睇個姿態咧，反而係尖尾新星係有餘未盡嘅。咁呢啲後上馬排咗外檔起步，其實對佢影響唔算太大，三甲一直咧都幾穩陣嘅。咁至於華麗嘅立陣營有3隻馬，雖然最受人矚目就係麥道朗所騎嘅祖麗星啦，咁但係其實佢另外一隻星咧，嗰隻星彩女兒咧，嗰個賽績絕唔會比個祖麗星差。咁同埋啱啱上次咧就係挑戰呢個萬利加多錦標，係喺呢個墨爾本嗰邊跑左轉後上跑第4，先至係佢第一次失頭3名嘅一仗嚟嘅啫。咁所以今次咧過翻嚟跑呢個悉尼主場咧，我覺得機會咧比祖麗星更加高嘅。咁所以 S1 嘅第2場珠峰錦標，我順序提供係1號嘅嘉應高升、4號嘅尖尾新星同埋10號嘅星彩女兒。咁至於另外一場澳洲1級賽咧，就係喺墨爾本嗰邊跑 S2嘅第一場考菲爾德杯咧。我就比較中意3隻大 number 係嘛，因為要留意翻呢一場1級賽又唔同珠峰嗰場嘅賽制嘅，呢一場係採呢個評分制，咁所以咧係讓磅嘅1級賽孭輕磅嘅馬咧，始終有啲着數。咁其中嗰隻首選我就會比較喜歡15號，而家都係當地合法外圍嘅熱門。一半熟理，咁隻苗結尾嘅坐騎咧，其實都係由低跑起嘅。但係上一次咧跑到呢個東寶錦標，面對啲馬王級分子都跑第4咧，絕不簡單嘅。今次咧嚟翻呢個讓磅1級賽咧，孭個咁輕磅角逐，相對係相當有利。咁澳洲本土出產嘅長途馬，雖然個水準比較低啲，咁但係呢隻馬今場孭個輕磅上陣咧，都有機會係贏到嗰啲歐洲孭重磅過嚟嘅長途對手嘅。咁至於次選方面咧，我揀呢個16號嘅軍權至尊，咁亦都係喺北半球入口嘅外來馬，已經喺澳洲跑咗好耐嘅。但係上一次咧跑到呢個大都會錦標，都係1級賽咧就贏咗頭馬翻嚟。咁所以咧今次過嚟墨爾本角逐咧，都係孭輕磅上陣。角逐另一場嘅1級賽考菲爾德杯咧，其實咧以佢級數咧絕對唔吃虧嘅，咁所以咧都有權係打搭再贏。咁至於第3選咧，簡直比較冷門嘅17號晚瑞王啦，咁呢隻馬其實都係上年已經移民咗嚟澳洲嗰度㗎，但係角逐嘅初期咧都係表現好反覆，同埋咧跑過一場比較冇威脅嘅第3嘅啫，咁但係上一次咧就係佢喺今季熱身完一仗之後，第2次咧喺費明頓跑咗2500米嘅2級賽咧，竟然係一條直路後上殺晒，仲係大勝對手嘅。咁證明呢隻北半球馬可能而家先適應水土，今次可以仍然孭到個輕磅上陣咧。雖然轉戰嘅考菲爾德嘅直路比較短啲，咁但係如果佢跑翻上一場嗰個走勢咧，今次直路短啲咧，都有權追到對手嘅。S2嘅第一場考菲爾德杯，我嘅順序提供係15號嘅一半熟理、16號嘅軍權至尊同埋17號嘅晚瑞王。咁下次出片嘅時間咧，應該會就係英國冠軍錦標賽日嘅賽事，再加埋巴西嘅
嘅兩場一級賽嘅其中一場介紹嘅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